想過得好，想命好，就要記住，唔好成日關注人，更加唔好浪費精神去分析人點諗。人際交往嘅核心秘訣好簡單，你淨係需要你自己嘅感受同利益，其他人嘅感受同利益，佢哋自己會爭取。你唯一要諗嘅係點樣令自己充滿價值。人性最大特點就係善變，今日對你笑面迎人，聽日可能為咗件小事就同你反目。研究人點諗真係冇意思。記住啦，君子論跡不論心，論心世上無完人。你睇下而家幾多明星、網紅、公眾人物、權威人士，表面正氣凜然，背地裏做埋啲唔見得光嘅事，仲未見慣咩？慕強先係人嘅本性。你發光發亮嗰陣，個個都想貼近你；你低沉暗淡嗰陣，個個都會走遠。佢哋有興趣嘅根本唔係你個人，而係你可以帶嚟嘅價值或者利益。所以活得輕鬆自在就得，唔使成日諗人點睇你。你唔需要同所有人共情，更加唔使為人哋情緒負責。堅持打磨自己，強大自己，用價值吸引，用實力滿足需求就得。記住，你若盛開，清風自來；花若芬芳，蝴蝶自然沉香而至。